科党主席，没有改善呢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家都有没有改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还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有这么多媒体，我还是全台湾最公私分明的。如果大家用同样的标准，哇，不管你是民进党，所以你的意思说大家来比烂，那你就不要每一次在那边标榜自己有多高的标准，你还一直在强调道德是法律的最低标准，这不是你说的话吗？我绝对比你们国民党分得清楚，这我敢讲。听说你今天在我们市政府 interview 你的不分区的立委的候选人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先讲哦，公开透明、诚实是你的价值，请你诚实的回答我。我是用吃便当的时间，然后邀集说，你还是用的市政府的资源嘛？嘛，你安尼讲好啊，安尼大概。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嘞，无是要安怎？那以后大家彼此用同样的。当然是这样嘛。好，可以。当然是这样嘛。好，可以。我这块牌子啊，从我开议到现在用了3次，总共用了3次。但是我觉得柯党主席没有改善呢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家都有。没有改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还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有这么多媒体，我还是全台湾最公私分明的。如果大家用同样的标准，哇，不管你是民进党。所以你的意思说大家来比烂，那你就不要每一次在那边标榜自己有多高的标准，你还一直在强调道德是法律的最低标准，这不是你说的话吗？我绝对比你们国民党分得清楚，这我敢讲。你刚刚在用我们市政府来做 interview， 你说你比我们国民党，我们国民党现在没有人在兼市长啊。都讲到这来去。好啦，我讲你下面大家后摆照无来好，讲紧。那我再请教，如果说你今天我敢打赌，从你的态度，从你的说法，从你在回答戴锡清那个时候的说法、历史事件，以及我们副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替你在做一个衍生在说明，我可以跟你打赌，我保证你不会上诉，我保证你不会上诉。会啊，如果你会上诉，我跟你赌500份的鸡排。他输了。你敢不敢跟我赌？当然敢了，他输了，他敢。啊，你敢不敢跟我赌？当然敢了，这个上诉有多困难，这一定要。他输了。太好了，我用500份鸡排换回我们警察的尊严跟公道，我觉得很划算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划算。现在靠你市长，靠你局长，结果呢，你们是这种态度，以后叫他们怎么执法？怎么维护我们市民的安全？我讲哦，你已经输了500份。不用叹气了，我们就500份的鸡排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已经输500份鸡排了。500份的鸡排，就这样。